秋收正前方这个叫白蚁啊，白蚁啊，红果哦，那再来正前方那个白蚁叫做下烫哦，下烫就是打谷机啊，那红谷就筛选机啊，筛选稻谷的。这个是秋收了，左边远方那个是夏作，然后老家的正面那边是春耕夏作秋收，然后冬采。这里有原火烧店这个村庄，有日治时期名医那家，台湾名医那家吴敬怀先生的老家，这条路走过去2、3分钟，这条路开车了2、3分钟啊。吴敬怀的著名的歌就是《关子岭之恋》啊，关那几段《关子岭之恋》。